乜哥歷史散策將會帶領大家登陸沖繩，認識琉球演變成為沖繩嘅歷史。第一集傳說時代的琉球，我哋將會返到13世紀，當時嘅沖繩仲係處於歷史嘅黎明期，本島似乎仲喺分裂之中。相傳天孫氏係最初統治琉球嘅氏族，呢個皇統經歷咗25代。點解冇任何一個人嘅名流傳落嚟呢？我哋會到訪蒲添城跡、伊祖城跡同伊波普尤之墓，認識琉球王國以前嘅種種傳說。根據中山世譜嘅記載，琉球嘅歷史係由天孫氏開啟嘅。據說天孫氏皇統總共統治咗25代，相當不可思議嘅係冇任何一個人嘅名流傳落嚟。之所以咁樣，理由都好簡單。所謂天孫氏嘅皇統，實際上同天帝嘅長子創造沖繩諸島嘅神話彼此相連。用軟弱存在嘅方式，記述並未發生嘅皇統。中山世譜嘅作者甚至相當苦惱咁寫：言既直淹沒，而今有傳者鮮然，心可惜也哉。喺我後邊嘅就係蒲添城跡。相傳天孫氏第25代王遭到役神殺害，蒲添按師順天受到國人擁戴，起義兵打敗役神，並建立咗順天皇統。同順天相關嘅記載唔多。中山世鑑話佢係日本武將源維朝嘅仔。源維朝喺保元之亂之後被流放到伊豆半島，因為遇到大風漂流到沖繩本島，然後就同大理按師嘅妹結婚，生咗順天。不過維朝到來傳說雖然廣為流傳，但係並非事實。明顯只係後世嘅創作。順天皇統只係經歷咗3代就結束，繼之而起嘅係英祖皇統。英祖嘅父親惠祖世主係伊祖按師，傳說佢嘅妻子夢見太陽飛入咗佢肚裡面，冇幾耐就懷上咗英祖。由於英祖係太陽之子，因此佢嘅神號就稱為英祖日子。伊祖城係英祖父祖輩嘅居城，相傳佢就喺呢度出世㗎喇。當時國家饑荒連連，瘟疫不斷，順天嘅後人自知德行不足，因此將皇位讓咗俾英祖。據說英祖在位期間走遍全國，重新丈量耕地，促進咗農業生產。喺蒲添大公園可以揾到英祖同埋佢父親惠祖世主嘅墓。惠祖世主葬喺伊祖高原墓，呢個係一座用石積將山洞封成嘅墓地。而英祖嘅陵墓位於蒲添極樂陵嘅西側，最初係由英祖本人下令修建。英祖皇統經歷咗5代之後，國內動亂不堪，人民於是改為擁立蒲添按師察道為王。察道嘅出身同樣充滿神話色彩。傳說佢係天女之子，不過琉球最古老嘅信史記錄就同佢有關。明實錄有以下呢一條記錄：中山王察道顯弟太奇等奉表，供方物，詔賜察道大統領及積金文以沙羅各5匹。關於琉球嘅對外關係，我哋會喺第3集再討論。順天、英祖同察道皇統嘅統治範圍應該只限於皇城周邊一帶。呢一座城堡就係位於今日蒲添大公園嘅蒲添城。喺絲草紙卷15裏面有咁樣一首歌頌蒲添嘅代表性古歌：
命聞遐以之蒲添，位居諸島之父尊，8,000按師獻萬供，遠近馳名之蒲添。唔難發現，上面提及3個王統嘅開創者都有2個共通點。第一，佢哋嘅出身都係非比尋常嘅；第二，佢哋都喺前朝統治敗壞嘅時候扮演撥亂反正嘅角色。呢啲強力苦狠嘅痕跡，正正體驗咗後世王朝深受中國正統論嘅影響，着力尋找道統繼承嘅根據。蒲添城跡附近建有伊波蒲游之墓。喺今集嘅尾聲，必須向大家介紹近代沖繩最偉大嘅學者。伊波將自己嘅一生全部都獻俾咗沖繩學。佢對流歌集、絲草子研究極有心得，將沖繩研究擴展到語言學、民族學、文化人類學、宗教學等多個領域，並喺1911年出版咗《古琉球》一書。由於伊波不可磨滅嘅學術貢獻，因此被尊稱為沖繩學之父。喺伊波長眠嘅蒲添墓地上面，樹立咗一塊紀念碑，上面寫住：冇人比佢更認識沖繩，冇人比佢更愛沖繩，亦都冇人比佢更憂心沖繩。蒲添城內嘅建築曾經過多次改建，最後喺1609年薩摩藩入侵琉球之際，俾薩摩軍隊焚毀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將視線由蒲添轉移到首里，探索琉球王國嘅統一同強盛之路。